香港发生大火，上无128人死亡。政府当咧建议，未来要规定用价就要用铁啊，袂使搁用竹啊。中国海警搁以巡查做理由，挖进金门外海，驶过咱的限制水域。海巡批评讲，根本就是挑工来烧了。华府的国民兵防开枪攻击，一个人死亡，一个人重伤。凶手是阿富汗的移民，传播趁机会甲移民政策速愈案。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先来关心香港丰和苑大楼发生严重的火灾，目前这死亡人数是已经增加到128人，而且也有200人下落不明。即摆火势是已经控制掉啊，消防就赶紧一户一户去甲门撬开，找出联络袂到的住户。到目前為止咧，呢場大火已經造成咗128名人士死亡，包括咗108名咧喺現場移送出嚟嘅一啲嘅遺體，另外有4名咧係喺送咗去醫院之後咧係喺醫院入邊咧去世嘅人士，亦都包括咗咧有16具係燒焦咗嘅遺體，而家仍然咧係喺大廈入邊嘅。我哋唔排除咧，稍後當警方進入去作詳細嘅調查同埋搜證嘅時間咧，係有機會係另外再發現一啲咧係燒焦咗嘅遺體嘅。破壞行動雖然已經大致上完成，不過不時也看到大樓呈現出來。香港大埔豐和苑大火炭燒超過1天，消防處講破壞滅火工作已經要完成。所落來重點是入去測檔受災大樓的每一站每一戶，確定敢佫有受傷的人或者是屍體無出來。為了要減少結果風險，和搜救人員甲搜救狗會當趕緊入去。工程人員2透早開始，用受控制爆破的方式，一戶一戶甲門壁甲門傾攻破，趕佇黃金時間內看敢找到人。不過半曬攏是屍體，有消防員身體無爽快。希望仲可以救得多啲人出嚟啦，係啊，係咯。咁其實都盡咗力㗎啦，我覺得係啊，消防員都做咗好多嘢，咁都係咯。咁即係呢啲咁大嘅災難都冇乜嘢可以講咯，其實係即係大家都唔想。大火發生了，附近的大樓居民趕緊撤離，有人住伫咧社區中心甲學校，也有人住伫咧附近的商場、航路店門口，攏是臨時的床租較簡單的行李，為毯仔踩喺咧邊啊，大家用手機看上新的消息。但是火若炭開，無法度擱再登記厝內。港府宣布將會動用緊急基金協助受災家庭支付臨時住宿加生活費用，而且全面檢查全香港即馬正佇咧進行嘅維修大樓工程，檢討竹棚、英架啊、甲防火網嘅防火安全。面對80年來上嚴重嘅火災，真濟人講面對困境，大家互相鬥相共，一方有難北方支援，是這座城市上珍貴嘅力量。好感動啊！你哋係有人哋俾力，佢幾感動啊！你哋冇得做噶嘛？我今日需要我出去買咗一套啦，買咗套啦，我睇到你啲藥物我冇得運噶嘛，好似黃歡迎噶嘛地道。香港人其實係好強同埋好有愛咯！一發生呢件事，好多區嘅網上面可以見到好多區嘅人都不斷聲援話有物資可以送過嚟，有物資咁可以送過嚟。消防單位所落來愛處理的是困難的搜救加調查工作，對失去家園的居民來講，安怎重建生活將會是一場正長正辛苦的考驗。公視新聞陳偉林編輯。即馬大家除了關心救災狀況，上想要知影的就是到底是啥物原因造成即屆大火？其中上引起各界懷疑的，就是香港傳統建築工法上接用到的竹架啊。不過，我即張圖會當看到，這火已經燒到安尼啊，這竹架的結構是原在踩佇遐，而且嘛有專家講，其實這竹架本身內底就加水分，無遐爾簡單就着火。不過，另外2項材料就無共款啊。先來看這防火網，香港政府有規定講，工程若是有用竹架啊，這防火網是一定愛防火材質。不過，這搭卻因為頭工檢料無符合規定，過來就是這玻璃攏的房啊。這原本是要破壞工程，會當防止工程去破壞到建築，想袂到煞真做是阻礙逃生的原因，而且伊嘛是熬大火的材質。雖然詳細原因是還未查明，不過香港政府是已經咧建議，按算未來要規定，這用價就要用鐵啊。
这场大火一了夺走亲人的性命，爱听气氛充满伫排队指认遗体队伍内底。上界残忍的是，搁再安怎悲伤，也是详细去看迄一张由消防员所翕来罹难者的相片。 Just recognize some picture is in maybe my body's of my dad because my body is still missing here. 也来伫寒冷的气温中也温暖，不少民众伫铁路中心边的观景站捐出衫裤、毯啊、鞋啊，也有食物，这提供协助的手，好在民众汹涌而来的困难中感受真大的帮助。係有人哋俾你，佢幾感動㗎！你哋冇得做㗎嘛？我今日需要我出去買咗一套啦，買咗套啦，我睇到你啲藥物我冇得運㗎嘛。 伫超過43點鐘，這久的時間拍火了後，香港消防處2日早起宣布，這場5級大火已經大致上拍熄，並且進行撲破搜查，確保無人員滯留。對於衛星相片來看，原本豪華的白色防火網，正7棟災情嚴重的31層大樓，已經燒甲攏烏打去啊！歪斜倒落來，底下搭起來應該更加為這場世紀災難留下真多疑問。 27日記者會，香港特首李家超講，未來嘅建議該採用一個金屬嘅印記。政府亦都已經係即時進行分批巡查，全港正係進行外牆大維修而有搭建棚架保護網嘅樓宇。發展局亦都已經同業界會面，商討推進金屬棚架去取代竹棚架嘅路線圖。 特別也如台灣所講的，底下搭起來應記，伊的使用至少會使追溯到2000年前的漢朝。香港建築界百年來一直在使用，包含興建上屆有指標性嘅摩天大樓，匯豐銀行總行在內。棚架咧，其實喺香港好適合一啲狹窄嘅位置，同埋一啲高樓大廈唔同分野好大嘅位置。棚架任何地方我哋都可以搭建。 這擺災害未少人甲原因起響，底下大應記，因為這款已經未少人講賣過再採用啊。不過也未少民眾甲專家加試過歸因是尼龍的防火網，加真濟家對外窗啊封起來破尼龍網啊。根據香港媒體報道，初步資料研判應該是防槍具，較下卡站的防火網上早着火，破尼龍的網啊是造成火勢真緊斷開，並且受到其他的建築。因若底下搭起來應記着火，互燒燈的底下飛落落去，又佫去引導其他的防火網，互火勢全面失去控制，造成香港77年來上屆嚴重的火災。公視新聞王如梅編譯。香港發生嚴重的火災，鏡頭轉到1996年，蘇東市某商業大樓因為整修工程拍電久的時出火車，引起大火，造成41個人無命。2017年，在英國倫敦某集合式的主體因為漏電引起火燒，這些事故攏引起各界關注這工程建築材料的材質問題。 香港一場大火，讓人想到2017年英國倫敦的格蘭菲塔大火。這棟人口真濟集合主體是住100多戶600個人，外面有一台冰箱燒拍電，結果拄到當在整修的外壁是使用較燒起來的阿魯米隔熱板，火勢是真緊拖到其他的樓層，落尾造成72個人不幸死亡。這嘛是英國對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了上嚴重的火災。 I'm not even sure if half of them got out, to be honest with you. There was kids at the window, there was people flashing their phone lights for help, but the fire brigade couldn't get upstairs. As you will appreciate, this is a completely unprecedented fire. In my 29 years in the London Fire Brigade, I have never seen a fire of this nature. 造成格蘭菲塔拍火困難的原因之一，就是煙筒光效應。這是講戶內空氣煙堆積的空間對頂懸升起來，還是降落來，造成空氣加強對流的現象。更較早進前的1996年，同款喺香港的嘉利大廈的火災，嘛是因為煙筒光效應造成火勢是拖了真緊。迄當時這棟商業大樓是當在整修電梯，拍電區產生的火氣，甲15點多引起火災。嘉利大廈閣是當行方便熱空氣對頂懸塌起來，互管樓層的火勢特別嚴重。相單位雖然出動直升機，嘛是造成41個人死亡。我哋到咗嚟嘅時間呢，因為好多人呢係等緊救援啦，包括喺天棚嘅。我哋亦都係用呢個直升機咧，係喺天棚救過人嘅。嘉利大廈因為電梯施工搭得較濟，應該嘛變作造中火勢原因。最近嘅例是喺今年嘅10月18，喺中環嘅華寶大廈嘅平價大火，監管機關閣特別發出通告，要求建商檢討應該早修功能，但冇想到再過1個月爾，就閣發生更較嚴重嘅意外。公視新聞由派準備譯。
镜头转来到咱国内，中国海警今仔日阁以顺早做理由挖进金门外海，阁驶过咱的限制水域。咱的海巡除了监控行踪，嘛随甲赶走。另外，针对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在野党团是希望赖总统会当到立法院报告。呼叫中国海警146弄3，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 请立即转向。中国海警28伫咱金门海峡出现4架船2架一组排敌的方式航行，咱国海警随对敌监控，公布赶走，各公布执法的画面，批评中国用海警船加工执法顺载面机穿过金门限制水域，变做真接的侵扰。透过网站9月底以来，中国官方头一摆公布，福建海警要加强金门附近海域的管控力度，时间点就伫总统赖清德召开国安高层会议，佮宣布2项国安行动方案了后，但是赖总统宣布政府要提出一项8年400亿美金，差不多代表1.25兆国防特别预算，互那白拢话声，应该邀请总统到国会进行国情报告。明年国防的支出其实是破兆。 相当于我们的国家总预算的3、4成，这个会不会排挤掉我们对于国家的基础建设，或者是对于社会福利？要邀请赖清德总统到立法院来做国情咨文，这是台湾民众党长久的主张，事实上也是赖清德在总统竞选的时候主动提出来的。 他自己严重跳票了。根据立法院这款刑事法规定，会当透过全体立委1/4以上提议，经院会决议了后，摆定议程邀请总统报告国家大政方针、加重要政策，也是由总统主动自请立法院同意了后进行国情报告。对在野党发声，民进党团讲爱符合规范。注条之1规定，立法院每年都可以邀请总统到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不管是立法院邀请总统来，或者总统主动表示要来。 都必须在合宪的原则之下。党团书记长陈培如嘛话讲真赞同，除了合法，也希望立法院会当愿意支持预算，让政府会当理性去讨论特别预算对台湾的意义。记者采访报道。 国民党团要修法，未来中国配偶若准参与政治，是免放弃原本的国籍。对此，赖总统表示，无必要特别修法来增加疑虑。另外，民众党新自评委员会主委齐春英，伊因为牵涉反渗透法等罪，已经互人羁押禁见。 中国配偶参政一直伫议论，国民党团提出国际法修法，证定大陆地区人民参选公职无适用国际法，放弃国际规定。28伫立法院会一读交付委员会审查，对这代志总统赖清德发声，呼吁提案立委应该三思。不要爱之是足以害之，没有必要去修订国际法，要特别免除来自中国的新住民对中华民国的单一忠诚的责任。 一旦修法成功，只不过是增加社会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新住民会增加疑虑而已，这对整个台湾社会的和谐是没有进步的。行政院都用提讲，若善用国籍担任公职，会有相中效忠疑虑。不过条约看法无共，后续一定会引起激烈攻防。 起头就是在于你内政部先做了所有的解释，给这些人解职，我们只好补破网，我们是在帮助你。台湾的国家安全有相当大的影响，然后到时候如果任何的问题的时候，那谁能确保这个人员他是站在台湾这边，而不是站在中共那一边？ 本身是中国配偶的民众党新自评委员会主委齐春英，因为涉犯早期银行法反渗透法这个罪，互新北检裁定羁押禁见。听讲反渗透法的部分是因为齐春英涉嫌接受中国人士赞助，替2024竞选总统的郭文铁，加2022竞选台北市长黄珊珊徛台甲做势。他愿意支持我。 支持柯文哲主席，这是我觉得我们争取各界的支持。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指控，说他接受指示、受人资助，这需要拿出具体的证据。我想在任何人没有被定罪之前，都是无罪推定。民众党团讲，在相关事情无完整公开情况下，各界无应该以这么严厉指控未审先判，支持齐春英依法捍卫家己的权益。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针对川普提出的和平协议，罗西亚总统拜登表示，伊是同意28条的方案。佮放调讲，若是乌克兰佮唔愿意割土地，安尼伊的军队就会继续进攻。
从欧洲西米露的罗西亚总统普廷今日去大厅，对罗西亚甲乌克兰和平协议的进度，伊表示，正常甲美国的谈判代表要针对和平协议讨论，也制定28点的计划，过来交予美国向乌克兰提出，美国甲乌克兰也得随时一个话机向会谈。Нужно разделить на 4 составляющих отдельных. В целом, да, и нам это все было передано. В целом мы согласны, что э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положено в основу будущих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普廷表示，罗西亚已经注意到美国当日提出的协议当中有考虑到罗西亚立场，不过有关有包含领土的关键议题爱讨论。这份协议签开始，却因为严重偏向罗西亚要求受到欧洲议会谴责，以401票赞成、70票反对、90票弃权通过谴责决议。虽然安尼，这个决议也敢若是表达欧洲的态度。无实际影响，因为普廷认为讲，即摆乌克兰政府是非法的政府，因为乌克兰无搁再举行总统的大选，因为安尼签任何的文件拢全然无意义，任何的和平协定拢必须要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伊搁同个表态，战争也是和平的选择权掌握伫乌克兰的手头。若准乌克兰无愿意放弃罗西亚控制的地区，罗西亚会继续用武力扩大行动的范围。В плане Трампа написано, что де-факто они признают якобы его за нами, но не де-юра. А как это? Как юристу к вам обращаюсь? Как это де-факто, но не де-юра? Это и должно быть предметом наш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с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стороной. Спасибо вам большое за то, что обратили на это внимание. Вы правы, это один из ключевых моментов. 目前，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已经表示，美国甲乌克兰会伫后礼拜举行进一步的会谈，伊会和双方的代表团出席会议。外媒报道，罗西亚目前占大约20%乌克兰的领土，包含卢甘斯克、顿内茨克、赫尼松等等的所在，面积有115600平方公里，是2012年以来推进速度上紧的一年。虽然北京甲美国总统川普对和平谈判的外交进展表示乐观，但是欧洲各国有关这支罗西亚敢真正有心要结束战争。公司新闻，台视同朋友。自从二战甲两战结束了后，欧洲的局势变较稳定，有真侪国家拢废除强制做兵的政策。不过，受到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影响，这几年在欧洲国家是拖咧等，就开始思考要安怎来加强军事量能应对威胁。尤其是离罗西亚愈近的国家，是愈早提出改革。亲像立陶宛伫咧2014年罗西亚入侵克里米亚的过当年，就随恢复兵役制度啊，佮按上要延长后备军人的时间。后来这拉脱维亚嘛对咧恢复，即阵是连西欧国家嘛开始要招募18岁以上的青年自愿来做兵。其中这法国就按算为明年开始要招18岁到19岁有意愿的青年来做10个月的兵，1个月上无会提供大票要3万块的薪水，目标伫咧2030年时就有10万的后备军人。伫运输机降落了后，士兵随落来戒备，刷落来一台搁一台的军用车，才紧对运输机顶管驶出来。为着应对对罗西亚来的地缘威胁，法国总统马克宏伫当地时间27宣布讲，会部分男女设立一项新的志愿兵役计划。Je veux ici insister sur le fait que le service national concernera seulement des volontaires et le cœur sera constitué par les jeunes âgés de 18 à 19 ans. 马克宏表示讲，这项计划暗算会开20亿欧元，等于是超过大票726亿。暗算会，互志愿兵对2026年的热天开始服役，拢总10个月，地点会限制伫法国的国内和海外法属领土。因会以军人的身份来服役，得到制服、薪水和装备。逐个月的薪水是至少800欧元，合大票差不多2万9，各享有法国国家铁路公司75%火车票的拍折。服役的过程会伫武装部队内面进行，而且是武装部队部专权负责管理。未来伫国家发生重大危机的时阵，议会会当授权定调。伊阁希望志愿役计划会当一步一步扩大，甚至会当甲制度列入法律。 3000 jeunes seront choisis pour effectuer le service national à l'été 2026 et les promotions augmenteront progressivement pour atteindre 10 000 jeunes incorporés en 2030. L'ambition que je porte pour la France est d'atteindre 50 000 jeunes
en 2035. 在马克宏宣布设立志愿兵的制度进前，民调显示讲18岁到25岁的少年人对军队的支持率是真高。马克宏表示讲，法国未恢复征兵制度，但是男性军队的模式符合未来面对的威胁和风险，会当更加有效来应对渐渐无稳定的地缘形势威胁。这项计划暗算2030年就会当有10万的预备役的人员，差不多等于是目前47000人的翻倍。到时法国的总兵力暗算会到21万人。另外，同款是欧洲国家的瑞士是决定在30举行全民公投，和民众家己来决定敢要用不管男女的全民强制服役制度来取代现行的男性强制兵役制。目前民众党以捍卫女性权益做理由，反应有好冇歹。虽然提案一开始是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但最近几礼拜，技术因为预算伤济，可能威胁国家的经济大幅降低。民调显示有64%的受访者反对。公司新闻，陈思同编译。美国华府有2个国民兵受到枪击，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凶手是一个阿富汗的移民，伊是伫拜登的任内移民到美国的。这正正就互川普有一个理由批评移民政策，伊毋若说按移民的申请，佮讲要审查高风险国家的绿卡持有人。美国总统川普日前伫佛州海鸥庄园对美军部队发表感恩节谈话时，表示华府2名敌军时互凶手射杀的是维吉尼亚国民兵，只有20岁女兵贝克斯特罗姆已经不治死亡，也那24岁上士沃尔夫正伫甲死刑搏斗。伊刷来以严厉口气讲凶手是一个野蛮的怪物。As you may know, DHS has confirmed that the suspect is an Afghan national. Flown here by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who was such a bad administration. And I have a picture of a plane. This is what it looked like when they came in. It was total bedlam. Do you remember? 联邦调查局长巴特尔迄天伫华府记者会表示，正以恐怖主义攻击来调查这个案件，并且证实29岁凶手拉坎瓦尔伫阿富汗战争期间，不是中央情报局 CIA 合作伙伴。I also spoke to Director of the CIA John Ratcliffe last night and Secretary of War Pete Hegseth. There is confirmation now that the subject had a relationship in Afghanistan with partner forces. 根据了解，拉坎瓦尔是美军对阿富汗撤退了后，2021年经由朋友特殊移民计划来到美国。拜登政府当时是伫两党共同支持之下，为着庇护8甲美军合作过阿富汗人，避免受到塔利班政府报复，推出这项计划，总计有将近77000人受到帮助。美国 CBS 新闻的消息指出，拉坎瓦尔2024年伫美国提出政治庇护申请，并且伫今年初被核准。也那伊的绿卡申请案件是即阵也伫咧审核。另外，川普已经用伊所犯的枪击案为理由，下令停止第三世界国家移民的申请。虽然讲民间移民服务局局长埃德洛27个对外讲，方面全面来重新审查19个高风险国家的绿卡持有人。媒体进一步伫问讲是倒19个国家，讲民间移民服务局爱记者去查看北京6个所发布的公告，出现伫名单顶面的有阿富汗、古巴、海地、伊朗、索马利亚，也有委内瑞拉这国家。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阿根廷的马球比赛是发展甲真兴，不过因为这马状态对比赛影响真大，就业者陪用一批经过基因编辑的马仔，因的身体是比一般的马佫较勇，袂输是食禁药的运动员，也因为牵涉公平的问题，是已经互马球协会禁止参赛。这几只10个月马看起来甲一般的马拢同款，因过因是全世界第一批经过基因编辑的复制马。经过基因编辑工程技术了，这个来自冠军马复制体的马，原本身体内面有一种会抑制鸡肉生长的基因。这么研究人员加一段时间了，马的鸡肉量会更加强大，增加底泡赛爆发力。负责基因编辑的 Kiron 生技公司，除了改造马基因，也编辑牛加猪的胚胎做人体器官移植使用。Que nosotros podemos identificar secuencias en un animal, una secuencia genética de interés que codifique para una característica de interés e incorporarla en otro individuo en una única generación de forma certera y no azarosa, que digamos es lo que sucede en una cruza convencional, ¿no? Entre un macho y una hembra. 马球是源自中亚。
19世纪和英国传入去阿根廷了就发扬光大，互人讲是世界马球之都的阿根廷，马球比赛文化正兴，也当一直积极伫咧开发反射加复制升级的技术，培养优良的马参加马球比赛。不过对基因编辑伊是正保守。 因为惊讲药整个传统规则若被改变，会影响产业的生态，也会破坏马球比赛公平性。Yo creo que jugar con esos caballos sí sería una desventaja súper abismal contra los demás. Porque vos pensás que estás agarrando, por ejemplo, la mejor boca de un caballo, con la mejor potencia de otro caballo, con la mejor acción de un caballo, eso lo estás juntando todo y lo estás modificando en uno. O sea, es una desventaja total para el que no puede llegar a eso, ¿no? 50几岁马的药整业者联合社会和药整协会表示，因反对和基因编辑的马进行登录。马球协会组织也准备要研议违章，阻止这款马参加比赛。那么，启荣生技公司的基因编辑计划已经暂停。估计监管的马球药整协会就要用4年到5年的时间观察，才当决定是不是要和基因编辑的马登录正做马球的赛马。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语台新闻世界通，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